咱就来学习一下自己从容界对话。首先，这位是警察局的交通处。你好，这里是警察局的交通队。您好。这位是，这里是，这位是警察局的警察局的警察局的交通队交通处交通处。您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那我们现在整句来一次哦。这位是警察局的交通处。你好，这位是警察局的交通处。你好，下一句是罚单开不错，你走得迅速。若罚单开错，您可以申诉。若罚单是罚单是罚单，开错开不错开不错，您可以你走得你走得申诉申诉申诉。我们现在整句来一次哦。是罚单开不错，你走得迅速。是罚单开不错，你走得迅速。下一句，你走得到公家网站，用线上的方式办理。您可以到公家网站用线上的方式办理。您可以，你走得，你走得到公家网站，到公家网站，到公家网站，用线上的方式，用线上的方式，用线上的方式办理，办理，办理。好，那我们整句来咯。特别难，要特别听哦。你走得到公家网站，用线上的方式办理。你走得到公家网站，用线上的方式办理。下一句是成功，钱就会退还给你。如果成功，钱就会退还给您。如果成功，是成功，是成功。钱，客语的钱听起来是1声，那我们的华语是2声钱。钱，钱，就会，就会，就会退还给您，退还给你，退还给你。整句咯，是成功，钱就会退还给你。是成功，钱就会退还给你。我哋单元就上到呢，下次加外加油哦。